世界万行台，拢伫咱台湾新眼界。观众朋友，大家晚安，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吴平仁。最近你敢有在关心咱的国会嘛？国会有影真辛苦，冤家相拍，还佫要顾咱的财库。但是头摆审查就卡关，还佫有真济法案咧排队甲审查。咱斗阵来关心看卖，看有通啊，互相来拜托。来，首先紹介現場的來賓，頭一位中國國民黨立委謝宜弘，大家好。那麼第二位民主進步黨立委李坤城，主持人好，大家好。第三位咱公民監督國會聯盟執行長張鳳林，是主持人，咱所有來賓，咱所有觀眾朋友，大家好。那麼第四位台師大政治所教授曲條雄，大家好。那麼首先，咱就來關心國會出了什麼代誌。咱的總預算案同款呢無進展，立法院長韓國瑜21號佮召開着朝野協商，重點依然是原住民的禁法3部曲。那麼咱立法堅持原底各自的立場。那麼行政院的這個主計長陳淑姿來強調。會解決原住民禁法的這個禁法的這個部署，不過無講出完整的方案。最後協商當然是破裂了。韓國瑜在世24號才會擱再來討論，希望主計長甲各黨團會當繼續溝通，提出共識。明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繼續卡關，行政院長杜英台20暗佇面冊發文，以餐廳點菜，比如朝野協商總預算，每一句餐廳也會當決議將我趕出去，然後一切重新過來，引起外界的想感是暗示多個。暗喻有好的開始，大家要互相各退一步，惡力不可開，此力一開，往後接踵而來的，像目前已經好幾個蠢蠢欲動擺在面前的很多的法案。都是完全破壞國家財政紀律的，那我萬萬不得接受。展開憲法徵收條文，符合行政立法制衡機制，多個條件全體立委2/3以上聯署對國會提出無信任案，經過全體立委2/2以上贊成，行政院長都愛佇10日內辭職，佮同時定請總統解散國會。立法院長韓國瑜2日佮一次調朝野協商總預算，困難點也是佇原住民檢測補償。會中主計長陳淑姿答應會當為總預算還是基金支應。不管是從總預算來支應，還是由基金來支應，將來這個經費有不敷的部分，我們在115年度來協助來補充。那立法黨團幹部發言，攏維持各自原本的立場。民進黨閣一處表示，法律上愛合憲合規。用26億擋下3兆總預算，用5萬原民的社會地主的權益來凌駕2350萬國人的總預算的需求。那我想今天就是主要是卓院長他整體的態度跟政策。原住民不是來這裡求得各位的執政民進黨的施捨。剛剛主計長的發言讓我覺得很困惑，他好像有個百寶箱，裡面工具很多。哦，原來可以這樣處理，可以那樣處理。之前卓榮他是鐵板一塊。朝野協商經過2點鐘，依然無共識。韓國瑜裁示利息閣繼續，這3日希望主計長甲各黨團私底下拜會溝通，找出共識。記者綜合報道。我相信哦，真濟觀眾朋友看這新聞大，可能還閣唔知影到底發生什麼代志。第一，這是為着原住民保留地禁法補償26億這項代志，所以卡着。那其他的這總預算講，你這個要先處理。但是現在卡着，因為院長講，我的預算來遮，恁立法院只可能會當散除我的錢，減我的錢，哪有會當來違憲來增加我的預算？哦，這是頭一個。第二個，我相信。這個執行長也好，邱老師也好，小等可能會當來做一下公清者。過去有這種例無，就是講啊無安尼啦。咱私底下咱講的吼，你提燈去瞧一下，去添一下，迄邊加一下，敢有這種例？
吼，是毋是会当安呢？那何必要讲哇，三个拢讲甲真满，讲甲安尼讲拄伫遮。这吼，我首先吼先讲互大家来听讲，原住民保留地禁法补偿条例，这是什么意思呢？这是依照本条例吼，中华民国114年开始，每年每公顷新台币6万块，吼，要来调升，吼，这是6月份6月24三读通过，这就是三读通过迄阵时，预算案还未编出来，所以照你讲。吼，依法行政来骗医生的时候，应该想讲，哇，这就人，这条法院就通过啊，无法度啦，无钱嘛要穷啊，嘛要穷出来嘛，吼，这头一站，所以会卡伫遮但是杀出来就无啊，就讲无，这主计长就讲，安若是底触了吼，我就对这边来掠长补底吼，看明仔先用再来掠的，这会使吗？还是讲无啦？先为着咱2400万人的这利益吼，先好过。其他吼原住民呢，一定要好过。依法行政，吼，咱咧孔子公咧讲吼，我爱其利，你爱其用啊。哦，你爱迄只羊，但是我爱你这个礼数爱有够。你袂当讲我干那要食这只羊，我羊先抬起来，吼，我这个礼数我就无照路步行。到底都一个较重要？贾委员，哇，你个讲的台语足深的，讲到吼，我想想，这是我白话叫做吼，这个定属正义甲实质正义啦。好，我其实讲一下啦，我感觉讲哦，这个大家冤的就是讲，咱总医生复委的日期啊。其实吼，我有找到足头前的，我发现讲，你互咱镜头休息一下。我互恁看一下哦，我就发现讲哦，伫96年度迄年哦，就是咱提出预算的期间是95年的8月30，结果呢是完成审议的日期是96年的6月15日，迄是陈水扁总统的时阵迄阵咱总预算复委的日期是当时咧是9月19号，搁有就是复委是提出是一读是9月19号，复委是9月29号，所以我要甲大家讲，你总预算复委的日期甲尾咱预算过关的时间是无相共的。你知影无？无一定相共的。伊迄阵嘛足紧复委啊，结果你看总预算通过的时间是啥？是6月。委员，你的意思是讲吼，过当年的6月。无过是过当年过袂要紧，但是钱会当你要用吼，大家会当来使用后面再来补偿，是这个意思吗？唔是，是这通过的时间甲即卖的员工，有复委无复委的时间是无相共的。我嘛是想讲，咱会使经复委啊，毋过主计长昨协商的时阵，因为我无参加协商嘛，我嘛是有咧听因讲，我足真少的呢。因为吼，大家若冤的冤袂成，我甲你讲，代志嘛共款爱做啦。爱急的吼，急上尾几工来做哦。大家吼嘛是熬夜审预算，嘛是爱信过啦。来，你委员先你讲一下。你讲。今日是咱都议长总质询最后一天。总质询结束了其实应该审查总预算啦。咱每一个委员会应该来白讲来审查总预算。比如讲财政委员会财政部经管会紧来审查预算。即摆唔是嘛即摆当个遐，即摆6届在遐当6届，6届的总预算拢无通过。你就是一读就无过一般是讲你一读过了咱就是每一个委员会来做审查，每一个咱是委员会审查嘛委员审查了送来立法院，即马无即马是委员会都还未送入去，一读拢还未通过嘛所以咱的都议长个是讲无安尼啦若是在遐当真正因为讲原住民伊迄个宪法保障的条例你讲26亿即个行政伊无甲编入去。希望讲按照讲，因迄时阵通过法律爱甲编入去。咱是按照讲咱的宪法搁咱的大法官的讲法，就是讲立法委员你审查预算你会使提预算
吼，你会使新增，你会使抬，你袂使增加嘛，吼，这宪法讲啊真清楚嘛，吼。啊，咱是感觉讲吼，你若是讲本来是每公顷3万，提高到6万，吼，咱感觉讲啊，你这就是要增加有算嘛，吼，你增加有算，增加1倍，本来26亿比加50几亿。我头有讲哦，伊讲伊这6月份就三读通过啊呢。这甲当时通过无关系。这是甲法律有关系，我都话讲嘛，这是宪法规定的嘛。你新增的时阵，立法委员新增的时阵，你袂使先增加有算嘛，吼。所以这甲当时通过是无关系。啊，但是行政院内无照这个法律通过的这个预算要求来编呢？所以咱就感觉讲这违宪嘛。哦，立法委员你新增有算，你袂使增加有算嘛。啊，你即摆你增加有算，你将这条来通过。未来吼，立法院吼，你嘛通过足侪吼，咱讲的漏通的法案啦，吼，再来增加偌济，迄边来增加偌济，吼，啊，这对咱的规个财政来讲，这是敢有够法度负担。对，但是我应该安尼讲哦，就是讲，如果若民进党感觉这个危险，那会不会提出合议的？合议是一种方式。哦，要安怎来调整嘛是一种方式。但合约是上歹对啦，大法官来解说嘛是一种方式。吼，即马咱的斗议长是讲吼提出一种方式，就是讲吼，其实吼过去吼，咱即马原住民吼，咱的建法条例吼，你即马每公顷即马是3万，吼，啊，过咱有一个基金，吼，原住民有一个基金。发展基金嘿。这基金吼，嘛是会使来补，吼，啊，所以若是讲，即届若是讲，咱无。预算内底无变加6万，吼，咱是毋是会使增加到4万？啊，其他无够的，咱就是用咱用基金来补，吼，啊补加剩，吼，补加6万，啊嘛是讲按照迄个时阵，在野党通过法令，吼，副下面同时通过法令，吼，啊毋过咱是毋是加总预算来，咱就是基金来补，吼，啊这嘛是吼符合吼咱的预算，吼咱预算法内底吼第91条来讲，就是讲吼。今日若是立法院，你要讲，你若是讲要来提高吼收入，吼，还是讲好要减吼支出，啊你吼甲行政院讲得好，啊讲得好吼，看讲吼，啊你是为多要增加，啊为多要减，吼，啊是毋是吼？必要的时阵吼，咱嘛提一个法案吼，啊来做些修改，就是讲，这毋是讲吼铁板一地拢无法度讲的，啊即嘛是在野党就是铁板一地嘛，伊甲你挡6届啊，吼。啊，即马吼真侪咱县市政府吼，拢是新财总预算，啊是真侪中央预算吼，拢伫内底嘛。啊，你若中央预算你无法度通过，啊地方预算是要安怎通过？伊想要补充一下，互伊讲小讲一下。跳啊，我看坤城讲较久啊。没，你放心，我拢有斟酌时间。进法补偿是肉童法案。我毋是讲进法补偿是肉童，我是讲吼，若是讲未来，若是讲吼，即个法案吼要通过，要增加偌济，吼，啊，这是肉童法案呐。因为顶一届有老农津贴的提高。啊，老农津贴的提高，迄阵大家拢无意见嘛是提高啊嘛，啊，迄嘛是会增加预算啊，所以袂使讲因为咱法案的通过会增加预算。无，啊，伊头早来讲啊，讲斗议长有讲啊，无，我就对这个发展条例、发展基金来去，虽然吼，我头讲，你看，这当年吼，迄个低促吼，头年吼，拍袂得2亿。基金拢会使补的，基金的原则是会使补。啊，这咱国民党会当接受。因为我昨是有认真的听伊讲话啊，啊，伊是讲吼，我看到主计长讲的时阵，伊无讲要为倒位来补嘛，是讲无清楚啦。对啊，是第一备金，第二备是倒位啊，对不？讲无清楚啦。对啊，讲无清楚，看安怎补嘛。啊，我甲你讲啦，你欢迎吼，钟医生的新招哦，一定新甲。贾委员可能会接受啦，伊这国民党人较温和派，吼，较温和派。咱好调政长来讲一下公清。我感觉咱爱甲一个代志讲争取爱分好清楚啊。第一个，咱讲进法的部分啊，咱简单讲有种卖错树啊补偿。其实对环保人，咱拢知影台湾山高水急，咱山区有啥若即个落大水的时阵，有啥迄土石流拢最严重的。所以咱我爱互伊开发，咱该补偿，互伊你讲你卖错树啊，甲阮水土保持好，咱该补偿。坦白讲，一届这风台了后，还是水灾大水，迄对着咱下游的影响，坦白讲20几亿，咱爱讲迄无多。我咱想爱了解讲，这是即个法规。这钱爱开。啊，但是我感觉即马两党，咱讲即马咧乌白炒，有啥咱伫咱外口咧看讲较可笑，讲咱知影即个代志，即摆该扣上帽子讲啊，这是毋是图利下？但是咱爱讲，他怎讲6月通过，拜托咱来看咱行政学上的要求。我想咱徐老师上清楚。
咱的法规规定，会计年度开始9个月，行政院开始编列相关预算，4个月开始送立院审查。歹势，你6月过通过部分，你是要叫安怎编到明年？免付偏啦。你家己你也不是讲，咱若讲过几年，所以你第一是编列预算的时间可不可以？啊，所以伫时间无够的时阵，我用其他的方法来补充，才合理嘛。啊，另外即马国民党啊是甲民众党去共动议审歪过，敢有合理？当然无合理，因为这就是咱感觉讲，这有一点，咱定讲过，伫过去咱对人事的概念嘛共款，你会使严审，但你袂使拒审。即马退回的概念对咱来讲，迄就是全盘打翻冰斗，这当然毋是好代志。你若感觉讲头先讲到，这个要编这26亿是对的代志，我嘛要问，难道这其他3条的这议程内底，敢无我减编的代志？你都要互委员会好好来审查，你哪有可能为着咱20几亿，甲3条？其实我讲3条写法毋对啦，迄字幕爱加起来，够5条的国营事业预算，所以是为着26亿去挡8条的这个国营事业所有的国家预算，这哪有合理？所以你都爱进入到咱讲的各委员会分工，开始来对预算，搞不好也有其他像这样子漏编的、不足的，去提醒，应该要想办法用补偿的方式你讲的这个方式吼，我想要来请教着柯老师吼，就政治学或者是讲政治效果来看吼，我想的啦，无一定对啦吼，两位啊参考一下吼，就是讲好，我吼大部队。对这个大部队的相当吼，我不如吼，互你杀下去，各个委员会遍地开花，我逐个委员会就跟你对写，哦，啊，大家就看会到讲，哦，你真精彩，昆祥委员嘛真认真，贾宜宏委员嘛真认真，我要减偌济，要这偌济安尼切的，啊，你敢袂较好嘛？不一定啊，这是战术选择嘛，对不？就是政治，这绝对不是专业啊。这一头就讲政治学，这甲政治学无关系，这较烧钱。我甲你题目啊，你歪题。因为阮政治学无咧教这，阮政治学正常的状况，就是头拄就政顶讲的，啊，正常是安尼，但是实务上，咱台湾不止一届安尼，哦，美国嘛不止一届安尼。大家若真会记，你去显者2001年美国联邦总预算，联邦政府总预算，因正常爱12月通过嘛，因为因的会计年度是对1月1开始到12月31嘛，因是历年制嘛，哦，所以因迄年的预算嘛是无通过。啊，到第2年，可应该是到2月3日。有，贾委员有积累着哈，咱嘛有。所以咱的我先讲，咱的预算法内底嘛是有规定。那准讲啊，假设到12月30日，总预算没有全部通过的，不就是无信料了哈？政府义务性支出，照港要还是要支出。哦，什么叫做义务性支出？就你政府一定爱开这条钱，袂使无开。比如讲。公务员的薪水，你袂使讲因为总预算无过，吼啊，我薪水歹势吼啊，尤其咱1月、2月底到2月，拢差不多要过年吼，过年的奖金嘛，先煞拢扣起来，拢卖发，互你拢无钱去交贷款啊，迄袂使啊，这个叫做义务性支出。比如讲囡仔营养午餐啦。移转性，这叫做移转性支付。因为我所看一个数字，讲差不多10%会受影响，90%拢必须爱开。以我伫政府内底服务的经验，咱政府的预算对中央到地方拢同款，差不多80%左右拢是这款的。经常性的啊，经常门啦。哎，这样对。就我补充一下，我公督盟过去阮开记者会嘛安尼讲，其实我补充谢委员讲的，伊其实讲正对啦，就讲你送去了啊通过是的是，其实这阮两党拢轮流执政过，阮拢念过这个代志。我甲大家报告，咱2013年的这个议程，国营事业预算到现在都没过。2013年102年，11年前，到即马拢无过，嘛永远未过，因为迄届拢下哩嘛，所以听起来咱无过，国营事业嘛无差。这条没坑到几啊内面先过去啊。
金氏世界纪录会一直在累加。但是我应该安尼讲，我补充头先曲老师讲到一个重点，就是讲虽然咱的预算法规定，你讲咱的立法院其实是应该在1月30号年度开始前1个月要通过，今仔已经10月22号啊，11月底应该过了。好啦，咱甲你算讲到12月底开始。啊，所以讲这是咱上正大的问题，但是我必须要修正一下，咱过去公道评拢会讲啊无差，因为惯性预算拢会使审，但是新兴计划袂使，所以这届大家咧吵是讲，虽然你薪水领对，但是你的加薪领无。因为你迄唔是新兴计划，还是新兴计划，迄就有影响。加薪3%，迄就拢领无。啊，人咧国营事业有啥？咱讲今年的这个科技，咱电源有新兴的技术，我今要来学，去甲国外合作歹势，人迄拢袂当的，迄对国家的竞争嘛产生较大影响。但是我爱小调整公督网的讲法是，虽然阮过去讲无差。惯性预算、义务性预算拢会使用，但是我即摆爱保守哦，无一定哦。比如讲头先讲营养午餐，我就爱讲明年的状况是你预算无过，迄阵啊因敢用的原因是马英九8年完全执政，甲蔡总统8年完全执政。我知影我离反应是过半57席以上，所以我敢用上无脑壳爱甲我走，还是迄阵啊若是国民党的总召会挺我。我即摆伫国会无过半的公务人员。你即马甲我请钱，我敢博？我讲我唔敢。你若到时阵甲我害一半的时阵，我要安怎？这是我头拄咧讲的，我头拄无讲了吼。你总预算无，你总预算无上入去审查，无唔是讲政府完全停摆，唔是迄个意思。但是咱头拄嘛有讲到，你新的政策、新的想法，无法度执行。哦，所以讲先休息啦，哈。对，所以讲这款的情形，唔是正常的情形。但是即马因为你在野党，伊即马无法度去这行国民执政党嘛，所以伊即马用这款方法嘛。我即马我上无，咱头拄有写26亿啊，去卡3条啊。咱莫讲国营预算、国营机关，咱暂时不讲了哈。这3条是政府总预算26亿，我咧想啊，到尾要扣删除嘛，唔拿26亿，被删除的数字可能都不26亿。啊，你为着这26亿，这是即马你在野党即马咧牵制执政党的唯一一个方法尔嘛。所以讲，我一定都想无，为着26亿去卡3条，有迄个必要无？我昨吼有真少咧听啦。我有听到因咧讲一点，因为咱无参加协商，咱唔知影啦。因为讲到一点，就是讲行政院迄边要求讲，因为按照法令，你就是进罚补偿，就是卖臭树仔的补偿，你一定提高法律规定，一定提高到6万啦。啊，毋过伊讲行政院讲好，今年这6万互你，毋过明年恁爱收转爱4万啦。啊，我唔知这是真的，唔是真的，因为你若安尼来讲这个条件的话，啊，互人感觉讲你无按照法律的修法的规定行嘛。这可能吼，这可能嘛是假讯息啦。啊，搁有。小等吼，我讲完。我讲好了哦。啊，其实吼，我要补充的就是因两位老师讲的啊，就是按照我感觉执行长伊可能家己感觉讲无可能，咱的政府会按照法律走。其实，所有的行政公家机关的公务人员，伊拢会按照法律走啦。惊死咱！对啦，一定爱按照法律走啦。这是预算法的51条，一共总预算在会计年度的前1个月，由立法院来议决。就是12月31日嘛，我应该都是11月底。然后在要于会计年度的前15日由总统来公布嘛。是啊，这个是咱的法律嘛。啊，如果那无按照这个通过的时阵要安怎？你搁看，咱54条有讲，就是讲。如果咱总预算的审议无按照51条通过的时阵，咱收入的部分就是按照就是什么符合这个实际数来符合收入嘛。不过支出的部分，新兴计划必须要等到，可是旧的拢会使行，不过你新的部分必须要按照本年度预算审议程序后才可以动支，所以。这本来就是以前
咱有的保障，以及有的所有的物件，就是拢未订单。未去解决，但是就是新兴计划的部分啦。我是替这个邱老师问一句啦，就是邱老师都问讲，有必要为着这个26亿去卡这个3条，因为你后来会甲散地的物件，可能都唔拿26亿啊。我头头的意思嘛，小详啦。你讲你若进入到委员会吼，哇，我就都提出来，我咧下到50亿、100亿都有可能。我会感觉啦，就是张主计你有去甲报？主计长哦，讲啊无够清楚啦。因为吼，我袂对主计长歹，我甲你讲，主计长阮彰化人，我讲港区的，无伊个彰化人，伊个是阮宝岛人。啊，我绝对袂讲伊啥，不过伊爱讲个清楚。无啊，你有甲恁部委员讲？伊爱讲互部总召，爱听有啊，你袂使讲遐。你的意思是讲部总召听无？你爱讲互人听有啊，讲互一般的民众听有啊，袂使讲互咱知影发条的人听有尔嘛。所以委员，你有赞成讲先发入去，来在委员会咱大家好好来检一下安尼，大家。这个一般的民众嘛，他看有清楚啊。我跟你讲吼，即马无新查，伊嘛袂家己新查啦。遐医生吼，总有一天爱新查啦。总有一天是要等到倒一天。我跟你讲哦，新查的时阵不管吼用到12点，还是用到偌晚，咱拢爱新查啦。对啊。所以大家拢度过嘛。所以我讲一个注意的所在啦，吼，因为咱即马是总结顺。总结阵我嘛看吼，真侪在要党的委员吼，一定有讲吼，一定我的所在吼，我的选区吼欠啥吼，欠啥物建设吼，欠啥物吼，你也来补，你也来增加吼，来达成这建设。我就想讲吼，你若是要甲行政院讨这建设吼，当然咱家己的选区，当然做立委是爱安尼嘛吼，伊放共款，我嘛是共款嘛。不过你你发现你动总预算啊，总预算你甲动咧，总预算无法度审。你讲你讲要甲行政院要来讨预算，讲我需要这预算，我要等来等来做建设，这矛盾嘛？这一手宁静，一手宁静，一手军啊！所以这个总委审的质询的时阵，我拢无讲到新兴计划啦，我讲的拢是旧的啦，旧的要安怎做啦？新兴计划我要等新在时阵再来讲。我是爱歹势，我是爱个补充哦。我感觉咱无淡薄仔对焦哦。第一个咱头听也是矛盾的，一个讲咱敢会不会依法我头讲过，按依法11月底要通过，今仔日10月22号。借问万能的113位立委，可以在不到40天审查3兆跟3兆的中央政府预算跟5兆的国营事业预算吗？委员可以保证吗？无啦，我跟你讲，所以讲这显然无执行长讲，我无讲一定爱在1月31号通过。我这是法规规定要通过的时间，委员。法规也有讲，如果在11月31号没有通过的时候，那我们就按照过去的都。所以委员的还是有一个。所以委员，你刚意思是讲，其实国民党跟民众党现在是打假球啦，因为按照计划，我们阻挡也没有意义啊，所有行政部门照用啊，那是不是现在就告诉大家在瘫痪议会是打假球？这唔对，预算审议还是一个科学，它跟法案不同。法案没过，的确都还不是人法案；预算没过，的确有预算法。当初行政独大开后门，其实咱过去拢讨论过这个问题。但我特别爱讲无共款的部分，是讲虽然咱讲常设预算照发，但是我爱讲过去的咱马政府甲蔡政府，迄阵那是完全执政，可能咱的行政那个政务官还有点尬子，觉得反正我上无后边有迄个震动，第一立法院给他收听。今麦总控，咱所谓的惯性预算还是不是常设性的样态？我估一个例二啊，地方敢无地方分配款？就问地方分配款，去年的钱跟今年的钱会同款无？分配款这些钱会来会不会被砍？就算委员说这叫常设预算，比如说我对于退伍军人，我有一笔每年1亿的补助款。谁敢保证我现在的相关单位敢现在给钱？你没过之前，在我自己的执政的政府现在不是完全执政的状况之下，那我今嘛拨钱拨6000万的时阵，你最后立法院给他动我砍5000万，1000万要叫我来出哦。到时候的状况，他有可能就会放住了。补充一下吼，即嘛吼，我唔知伊凤你有收到报告，比如讲咱其中央争取建设吼，一个建设吼，预算
会使通过啊，通过。按过吼，伊个公文拢会写，讲吼，这个有算吼，即马虽然讲，比如讲教育部通过啊，按过你啊等甲114年的总预算通过以后，落来了，才会使用吼，啊，若是去用抬掉吼，还是讲吼去用抬掉偌济，啊，就无法度互你补较济去啊吼。所以即马公文拢安尼写，因为公务员唔敢讲做主讲，啊，这若是讲吼原来的计划，佫会使照常来做嘛，伊唔敢安尼做嘛，所以你一定讲公文一定会写讲，这个预算我即马吼。甲你通过啊，按过下是安尼写啦，按过最后但是实际上是安怎？114年总预算通过以后，才会使用啦。所以大家拢是爱去等啊，等114年总预算啊。来，我讲一下。张执行长啊，伊本来就是监督咱国会，所以一定感觉讲，一定对阮拢是不管是倒一党啊，伊拢是安尼，伊拢是讲阮咧打假球啊！我要甲你讲啊，真正的所有总预算内底。用在经常门的，迄拢无法度删嘛，迄个部分自过去以来就是安尼嘛，啊，这毋是打假球啦，是讲要看安那用伫倒位较好嘛。这若真讲吼，讲到打假球，我必须爱讲吼，政治的本身，尤其是民主政治，伊本来就是咧做戏嘛。法律会规定对我有利，我就会遵守。对我不利，我就无遵守。我讲实在话啦，总预算吼，两个党，国民党甲民进党两个大党拢同款啦。哦，无比如讲什么比咧？无啦，这两位我即马演员啦。我即马另外来讲一条，讲新增预算。吼，咱头拄讨论其实有一个已经有一个共识啦。你照咱即马要限是114年嘛，哦，你照113年5月1算。尤其是政府的义务性支出，你本来就会使做啊嘛。即马是新增预算袂使做，哦，新增有2种啊。第一种就是头拄两个委员拢有讲到，尤其是李委员吼，伊有讲到，留做一个选区的立法委员，伊一定爱对伊的选区去争取嘛，啊。我争取这项，若是你迄项吼，是甲农民补助，还是甲老人补助，还是啥物吼，迄拢是新增预算。这大部分行政机关吼，因若准感觉合理，我明年有这个空间，我就会甲你写入来，就编入面预算内底。即马跟114年新增加的。到今嘛无省，可能明年有问题，哦，这是一款。啊，第二款头拄李委员嘛有讲到了吼，伊讲违宪，哦，你袂使增加个增加到26亿，哦，因为什么？因为阮行政院无编，因为无编，所以你袂使编入来。你若准编入来，这叫做新违宪，吼。因为你即摆立法院要增加这26亿嘛，这毋是，哦，这我甲委员报告，这个还不到，哦，这个还不到。违法啊！你立法委员若准提案，讲提案，这人咧审议审的时阵，我提案讲要增加这26亿，违宪啊！因为宪法给你写得真清楚，立法委员不能增加预算之提案。这是才是违宪。迄是有两字足重要的提案。伊即摆唔是哦，伊即摆咧甲你画帕拉件，哦，画帕拉件拢会遐，大家拢会。为头拄有讲到嘛，有一款委员会走去找院长啊，不管什么人做院长拢共款。韩国有咧做院长啊，就较早所委员咧做院长，拢会去找伊啦。哦，阮屏东要增加什么？阮老师，这样那安尼来讲，就讲到帕拉件代志，啊，就大家就好坐落帕拉件咯。就3字足重要，帕拉件嘛。我即摆咧怀疑，就是讲，我头拄有讲到，你为着这26亿去卡迄个3条，那会两党袂使来画一个帕拉件的咧？我都袂见。有诶，你袂使，哦，就是哦，你即摆就变成安尼，你袂见哟，执政党袂见嘛。但是人因知影嘛，就变做我嘛袂见啊。我为什么要牛？我嘛是足软啊呢，即摆就基金袂使来补啊。因为我知影你足软诶。基金补，甲总预算无共款咯。你总预算，你用基金来去甲补。我明年会使，嘛是共款。因为即摆吼，咱内面这是法律咯。我讲一个邱老师吼，因为吴丽华立委啊，伊本身原住民，伊嘛就是讲，吼，你这若是无法6万吼，我明年我就退选啊啦。伊是讲啊实在，伊是讲吼，因为即摆就是讲吼，即摆要提高到6万嘛，吼。
啊，所以若是原住民每公顷会使摕到6万的补偿，吼啊，这补偿是为你是，得去嘛较有面子。啊，伊是讲吼是总有上来6万，还是讲吼总有算4万加基金的2万6万，对原住民来讲拢是摕到6万嘛。我共款，吼啊，所以有立法委员伊个安尼讲，若是最后结果是原住民会使摕到6万。安尼就会使，对于原住民来讲就会使啊嘛。所以我这结，我要讲的小结论哈，不要随便去指责别人违宪，他还没有提案，他没有违宪。迄个敢若我想要甲淘汰，伊的手机我想要甲淘汰，我阿伯甲淘汰进程，我无犯法，我即摆去淘汰啦，我才有犯法嘛。违宪嘛是一直谢练，一直谢练。我26个老师逼这谢委员的提议。还是提案，原住民的宪法条例，伊是讲每公顷3万增加到6万啦。对啦，伊是安尼意思啦。吼所以阮的看法是讲吼，你若是3万增加到6万吼，增加3万，这吼，你法律就已经通过啊。阮两个即摆拢唔是讲法律干部啦，即摆伫遐我。不要紧啊，安尼拄好啊，安尼好表主流意见啊，贾委员。我解说嘛是一个方式啦。来，贾委员啊。其实哦，我个讲啊。那我讲的，我嘛是会感觉讲吼，咱医生爱紧先查啦。啊吼，因为吼，我想恁两位吼，规气去做干部。想要选县市长的吼，一定是希望讲总有想要增加啦。真正的嘛。先查毋是增加，我跟你讲。无先查啦，系啊。嘿，你一定爱先查，因为我毋是讲因为要选县长啊，我是讲吼，因为这个代志，人袂甲你做啦。啊，那有样嘛是爱立法委员来做啦。今仔无做，明仔载嘛爱做，明仔载无做，明年嘛是爱做啦。所以我讲这个是大家的想法嘛，无人会甲你偷做。我看两位拄多去做党团的干部上，即摆是拖，要是要拖到倒一天。我甲恁讲啦，啊，若是讲吼无通过哦，其实对着国家的影响哦，我看法嘛无大啦。你看，这是安袂使安尼总医生通过哦，总医生通过，以后你有机会做县长吼，你议会有算无甲你通过，你讲嘛无要紧哦。这段是卡下来哦。我甲你讲吼，我甲你讲吼，96年度吼，这医生是过年。迄是无法度乱传准。我甲你讲，甲通过，啊，你看这2年，咱国家的经济成长偌悬，一年是95年的时阵是5.77，啊，96年的是6.85。无一定逐工过年呢。为什么会影响到咱的经济？你看98年是发生什么？亚洲金融风暴。是一个全球性的金融风暴的时候，才会对于国家的经济。所以为什么哦？我常常去到迄啥，去到迄庄卡甲人坐，然后讲吼，啊，干脆吼，恁拢卖做，卖有总统啊，阮家己管家己。袂使啦，委员，那上阿尾佫无总统了，佢种规矩卖立法委员，这就是卖立法委员，卖管政调在讨论的，政治下内底有讨论这。民众可以跟我讲吼。咱家己管，咱家己。这无政府主义啊！对，有诶人是，因为若无政府，咱公事就无意思。不，大家拢免头路。但是哦，因为还佫剩超10几分钟吼，咱还佫一个小小的题目，但是这我感觉，这可能才是一个大炸弹。刷来要审这吼，宪法诉讼法第4条修正草案，吼，这是修落去。吼，伊这要增加吼，本法所称大法官现有总额是指照宪法征收条文第5条所定人数15人。吼，设立15人的目的是确保宪法法庭审理重大案件多数决的时阵，会当有多元意见甲观点，避免着单一或者是接受观点主导判决啊。所以这条若落去，哇！因为刷来要审查大法官，啊，司法院长、正副院长，迄个有诶吼，即摆已经放风声话袂过啊，袂过你着人数都无过，人数无过，你宪法法庭诶人数都无过，刷来整个宪法法庭煞无法度运作呢。我咧要想讲，国民党是安怎想即条，要来做即个修正？报复。先互讲啦，委员先互讲。你袂使安尼讲啦，我讲吼，国民党即摆提出的，因为毕竟咱蓝白2个政党现在目前是
占大多数民意啦。啊，你一定爱甲民众有诶想法爱提出来，伫立法院来讨论啦。啊，你即马是安那，连讨论嘛袂使讨论嘛，对无？无啦，是你无互阮讨论诶，迄国会扩权法案是你无互阮讨论诶。我讲这啥？宪法法庭还是宪法诉讼法这吼，其实民众嘛会讲啊，嘛是有人会讲啊。啊，我感觉这个是摕出来讨论，看大家意见安那，啊，咱来想讲这边安，因为即马足侪物件拢提高甲宪法讲违宪的部分啊，这部分大家个会注意到啊，难免你若定定咱的行政院也是咱顶顶拢讲到违宪的时阵，大家个会讲啊宪法法庭咧。本来人拢无注意宪法法庭啊，讲实在啊，换一个做讨厌的啊，看到宪法法庭去，本来大家拢无。啊，委员，你的意见呢？你敢有赞成来修正？我感觉拢会使讨论。你开放？我感觉拢会使讨论，因为这是表达所有人民的意见啊，对不？所以委员，你对这个你无定见讲，都一定爱增加到15人，爱变做15人才会当来开会，才会当来。我感觉拢会使讨论的。哦，啊，咱委员先和委员讲一下吼。无，我拄仔想要讲是保护，就是讲吼，因为吼，咱这拜五哦，咱宪法法庭吼，就是要宣誓是讲吼，判决要出来，就是国会扩权法案嘛吼，这拜五就是要出来吼。啊，所以今晚国民党想要提这法案，就是讲吼，这摆大法官是15个，咱10月底哦，10月31吼，咱就是7个大法官任期都够啊嘛吼，要换。嘿，对啊，任期啊，当然咱嘛是有杀掉7个大法官吼，互立法院来审查。啊，即摆国民党甲民众党就是无要审查嘛吼，无要审查，伊伫遐当个遐。啊，即摆当个遐吼，啊，即摆国民党佫提一个讲吼，啊，你即摆总额15个，15个吼，毋是讲你开会的时阵吼，来开会的2/3就会使评议啊，毋是伊讲吼，啊，15个就爱15个哦，15个拢爱够哦，啊，所以若是要评议的时阵吼，2/3就爱10个哦。啊，即摆你7个就甲挡掉，啊，就剩8个嘛。你永远无可能到10个嘛。啊，所以你就是安尼吼，你就是甚至你就是立即个法，就是要甲大法官废掉啊嘛。吼，因为你的15个总额，你就7个即嘛无要审嘛。所以国民党若是真正要杀这个法案，无你至少嘛吼，你至少这7个大法官的人选，你立法院你爱来审查嘛。你无要审查，你甲挡个遐，啊，剩8个，啊，你搁杀一个修一个法案，讲吼，啊，即嘛总额15个吼，就是讲这15个每一届开会时阵爱15个。啊，即摆是实质上你就是甲大法官甲废掉啊。我互委员小回应一下吼，咱国民党敢有这种想法，就是讲拄啊好。是我无主张大法官爱废除啦，啊，毋过确实讲起来，有诶民众感觉讲大法官小可无共款。无，毋是不是党团。我毋是挑拨离间。我讲这毋是讲党团的意见啦，我是讲我伫庄脚听到民众的意见啦，因感觉讲大法官个爱废除，有的人是安尼讲，嘿，有的人是安尼讲，不过我无安尼，我是无主张安尼。咱的大法官吼，视线98%拢是人民提出来的哦，毋是讲咱立法院，还是讲咱所有咱的机关提出来。我毋是因庄脚的选民啦。所以你若是大法官，若甲废掉98%的民众，啊，你若要视线，你找无大法官呢？这再来证据。除非吼，咱即摆结论是讲推无政府啦，无可能安尼哦。咱若正常的总共咱民主国家的特色就是咱讲就是法治国家，法治国家的依法行政，咱法治最高位阶的宪法，宪法就是咱人民敢若国家甲人民的契约共款，咱定契约有问题，咱就爱修改。我讲所以因为吼，就是吼，即摆吼三党吵甲安尼啦。啊，你知影无？可是吵甲伤乱，民众阁还讲，咱无需要政府。袂，这都要讲这按照宪法行就对啊。我讲这都我嘛是按照宪法行。这就应该甲民众讲，宪法咱讲简单，咱宪政，咱政党之间宪政，咱绝对有这争议，就像咱徐老师讲的，啊，有原本在搬戏，啊，政党这个为着家己的利益，有啥就咧乌白咧斗。所以讲宪政的机关是上重要，咱若要人民伫街仔头相拍，咱宪政的机关的宪法法庭，就是咧调解咱的政党之间的冲突。你若要即个，啊，就是后摆就是大家比拳头母看啥较大，哪有咧倒退为咱民主咧倒退路？所以毋则讲宪政机关有做无做，这是咱讲着，咱会使讨论。所以你会使严审，你袂使歪审。你若感觉这几个大法官人选无好，你就好好来审查。你透过立法院
恁 live 的转播的时阵，你好啊来看，大家为什么讲伊无适合？这都由咱讲的，咱规个咱的社会来做公平。啊，但是即马你袂使无生查，啊，另外就差头先李委员讲的，即马较要求，我感觉是你倒手共动人，我去甲讨论，你正手遮，佮共提交，啊，这就实质瘫痪咱的宪政法庭，这很恶劣。我最后一定要补充一个重点，国民党甲民众党因为毋捌执政过。国民党即马我无办法来理解的部分是，伊是要执政的政党，伊是捌执政的政党。那我即马修法朝向这种不执政的修法，我就问一下，后摆你若变成，比如讲，那民进党伫后一届选举，伊人数搁较侪时阵，不管是咱讲到其他的怎这修法，你以后是没办法去改变，而且宪政机关不是在处理调解政党的纷争，宪政机关咱讲的这个宪法法庭，有啥咱过去不管同志啊其他，迄是透过伊的这个部分对人民的权利来做判决。你给提高很难的门槛，那就代表未来民众要申请，认为国家侵害我的权利都不会过哎。柯老师歹势哈，因为这讲到伊国民党，我先和委员先回答者哈。我去讲一下啦，我拄好执行长伊讲啊，我有讲哦，伊讲吼，拢是伫讲恁无拍算搁要执政。对，伊讲拢是伫。马英九还是蔡英文完全执政的时候，那个政府机关才不会担心什么。我跟你讲啦，我基础的例就是伫陈水扁的时代啦。啊，陈水扁是啥物？伊是我国民党在立法院比较大嘛，然后民进党执政的时候嘛，那时候我们的总预算没有过关，但是还是按照预算法。然后呢，那时候我们国家的经济是无受到影响的，所以我是要甲咱所有的委员、所有的政党讲啊，冤安那冤啊，咱嘛是爱顾百姓的。但是委员，我加问一下，就是讲关于到这个宪法法庭，你的态度是真简单，就是讲会当讨论。对啊，无一定讲爱安怎嘛。就是来讨论啊。上礼拜大家来讨论啊。上礼拜来讨论啊。我感觉你应该去做党团干事长。来，柯老师，咱今日讨论这两个主题吼，我讲实在，本身呐伊有伊的合理，会使来讨论啦吼。但是我的感觉这毋是问题上，就即摆关键毋是伫遮啊，就毋是伫遮。上重要，即马是执政党甲在野党无要沟通啦。民主政治的本身是协商，哦，我搁讲一摆，民主政治的本质是协商。若算讲一边讲来，你一定爱听我的，啊，咱就做较早迄款就好啊。啊，国民党迄阵嘛真嚣摆啊，即马民进党独大啊，伊嘛会使嚣摆啊，对无？安尼对咱国家来讲，对咱社会来讲是好啊，是毋好？咱讲实在话啦，那阵讲纯法律技术啊，因为我们都是学法政的嘛哈，纯法律技术来讲，即马国民党这提案足高明的，技术来讲已经高明哦，因为吼，咱的法律无规定讲总额就偌济嘛，宪法有规定讲15个是无毋对，但是伊无讲总额啊，咧运转的时，不管你偌济人，拢是15个。即摆国民党提案的意思就是安尼，安尼的结果就是，若准你无到15个时阵，你基本上就无法度运作啊。哦，你规个大法官会议啊嘛，基本上都叫废除伊啊，宪法法庭嘛叫废除伊啊，迄对国家影响是真大。我讲实在话，所以我讲对技术来讲，什么技术呢？大家要冤假的技术。这是冤假，用冤假的技术来讲，这真高招。但是柯老师，但是对国家为着这要冤假，啊，伊要得到什么？啊，伊要得到什么？你无讲我清楚啊！我就逼你来甲我参详啊！但是咱头拄咧讲的啊，你得来甲我画拍拉机。头拄咱咧讲医生。但是画拍拉机应该要有清单嘛？但譬如讲，这习主席讲有清单，讲来，我这张我塞入去，讲。我要这个，你大法官你。迄是立法院的协商，我即摆咧讲的毋是迄，即摆是执政党是甲在野党两个党的上高层，恁爱去协商嘛。哦，啊，你爱有请主席。我就捌听过讲有一个我莫讲啥物人，有一个在野党的主席甲我讲奇怪咧，即届选了后吼，啊人
阮国民在野党就是人伫立法院内底人较侪是啦，民进党的做总统无毋对，哦，啊，阮咧等伊来甲阮协商一下，哦，大家来讨论一下，哦，啊，拢无，伊就咧甲我问讲，你判断是为虾米拢无咧？我哪会知？哦，我哪遐咬，我哪会知讲总统哪会无要去找恁遮两个在野党起来参详一下，拢无啊。意思是金上无来甲参详。你即马着两边的两个党拢共款，大门拢关的，窗仔门嘛拢锁的，啊，拢伫内底咧吵，咧骂对方，安尼敢有效？你讲国家可能变成安尼，拢恁害的，敢有效？啊，刷来民众就牵石头安尼。我讲一届，民主政治是靠协商，大家拢讲会记，咱有一个老总统叫做李登辉，伊走去新加坡访问，啊，人家讲来自台湾的。什么，无讲无叫伊总统的名，转来记者甲问，讲你有满意无？伊讲啊，我无满意，但是我会使接受，我虽不满意，可以接受，这就是民主态度嘛。即摆两边我搁差了，搁弯了。邱老师，你讲一个关键的，变做两党的主席吼，爱去互相去是嘛？高层啦，无一定主席啦吼，高层你开一个门嘛。哦，我今日我看起来，李委员甲赵委员两个讲得真好啊。伊会使决定国民党的代志袂？赵委员，啊，李委员你会使决定民进党的代志？所以阮两个毋是总召啊。不能啊，无法度。来委员嘛，来委员讲你讲一，无得到会处就换你啊。会啦，可能10年了看会换，有可能啦。伊做国民党主席是有可能，但10年以后。无，我是讲吼，即马就是安尼，大家就是冤家安尼哦，啊，所以拢无法度伫。我讲的就是民众的心声，咱做立法委员的，不管是啥物啦，咱拢会使摕来立法院讨论，对不？啊，所以即马因就是提出来讨论嘛。我就讲对着大法官，有的人嘛是感觉讲啊歹啊，啊因为即马就是冤家安尼，大家又讲政府嘛歹啊，大法官嘛歹啊，但是火车要烧弄安尼。就是即马就是安尼。即马就是两个火车准备要烧弄，我是较坦白，我甲讲啊较坦白啦。啊，昆城可能哦，因为因是执政党，伊唔敢讲啊安尼啦。好啦，我是照实话讲啊，你是讲即马，你一个国家上重要法律是啥？宪法啊。宪法是上重要的嘛，所以你无可能讲你甲宪法来废除嘛。啊，不过你即马就是国民党的做法，就是讲吼，你改一个法款的吼，你款的法官伊迄是。宪法诉讼法，吼，伊个改条你讲总押爱15个，哦，啊15个每一届开会拢爱15个，啊，过即回吼10月底伊款大法官遴选，啊，国民讲国袂甲你审，啊，就减7个啊，所以永远无到15个嘛，吼，啊，这是国民党甲民众党，所以我想要讲这是报复，哦，伊报复就是讲吼，因为即摆伊拢感觉讲吼，啊，即摆是讲。国民党还是讲民众党吼，做啥物决议啊，提啥物案吼，啊，民进党来讲啊，无即马最后吼，大法官来解说，啊，伊拢感觉讲，因为大法官是民进党提名，一定拢是徛喺民进党这边，吼，啊，所以就无信任大法官，啊，所以吼，就要甲冻掉，啊，冻掉实际上就是你大法官，你无法度组一个宪法法庭来开会嘛，啊，当然你就是甲大法官吼，啊，甲废掉啊，这就是另外一种的立法权，你去侵害到司法权嘛，吼，啊，这咱即马是。虽然讲咱即马是无权无权的吼，啊，不过你即马上重要，你即马立法权你独大，吼上大，吼啊，你侵犯了吼行政权，啊，你侵犯了司法权，啊，这是一般老百姓来讲，啊，你立法院敢有遐大，会使大个讲你比吼司法权较大，比行政权较大，毋是嘛？这是互相制衡的一个所在啊。在我来看吼，这是互相的累积这小马本啦，吼，啊，上后尾变做龟头小鸡。哦，这青鸟佫要飞出来，哦，而且是讲什么鸟佫要飞出来，但是咱看过电视，咱不乐见这种情形啦，吼，这样对。是啊，所以讲咱毋知讲即届即个部分，咱感觉政治的部分，就是讲咱讲到政党之间的即个，我感觉是恶斗的部分，这绝对毋是全民愿意看到啦。但是我感觉民众还是爱提醒啦，就讲咱有一个字叫毁宪乱政哦。其实我相信大家会去加减减，都一个政党伫即个部分诶，即个影响。但是我感觉对国家看较长远的，应该是讲即个
制度唔是袂使用咱即马现主席政党的比例来调整，是这个制度对台湾民主长期有好甲歹。咱头仔定咧讲是立法院，因为即摆人较侪立法院侵害行政权，就问一下后摆行政权的侵害立法权无？我讲为什么会讲国民党朝向不执政的那种修法是，未来若是出现咱讲到，那比如讲即个这代志，民进党大概有一届完全执政的机会时阵。你后摆叫天天不灵，叫地地不应，因为你全部垫高之后，你连所有的工具都没有，这怎么会是一个台湾民主制度合宜的一个修法？所以我讲，你今嘛是用你的权利按你来修，你该修以到这么高的部分，未来万一民进党得到更多数的时候，你不是全输，你连以后连叫宪法法庭帮你在野党来校个正一下都无人。这绝对不是好代志啦，所以我讲为台湾长久的民主的发展，袂使安尼做法。哦，咱这应该要Part 2特别过来讲，这终于。